全長約1700米嘅駱克道貫穿灣仔同埋銅鑼灣，係港島區嘅核心商業大動脈。呢度既係全港知名嘅室內設計同埋裝修物料集中地，同時亦係香港核心購物區，潮流服飾與餐飲林立。入夜之後又搖身一變成為充滿活力嘅傳統夜生活與酒吧區，日夜人流川流不息。作為傳統商業重鎮，駱克道沿線商廈林立，商貿氣氛極為濃厚。龐大嘅上班族、購物人流同埋遊客基數，為呢度嘅商鋪提供咗強大嘅消費支撐。近年嚟，駱克道多次錄得過億元嘅鋪位成交，充分印證咗核心地段有價有市嘅強勁承接力。無論係自用定係長線投資，都具備極高嘅防守性。如果話現狀係駱克道嘅底氣，咁未來嘅規劃就係佢爆發嘅引擎啦。灣仔區未來將迎來近460萬平方尺嘅新增商業樓面，當中最矚目嘅莫過於灣仔北3座政府大樓同埋港灣消防局嘅重建計劃。重建後樓面面積達250萬，將擬建成52層高嘅綜合地標，當中包括會議同埋展覽設施、甲級商廈以及豪華酒店。此外，國際調解院落戶舊灣仔警署，唔單止將香港打造成全球調解之都，更加會吸引大量國際組織、法律專才同埋跨國企業進駐。呢兩大發展引擎將為灣仔帶來翻天覆地嘅產業升級。大量高收入嘅國際法律專才、參展商以及商務旅客湧入，將直接帶動周邊酒店、餐飲、零售及物流嘅龐大需求。而近在咫尺嘅駱克道將成為呢一波消費力外溢嘅最大受惠者。灣仔蛻變在即，提早進駐搶佔未來國際商貿圈嘅核心。有興趣人士請即聯絡美聯工商鋪。